4場賽事。第二節分區，第三節分區。現在係成績公佈，女子乙組跳遠，第一名德望陳心柔，成績3.80米；第二名文生張欣樂，成績3.60米；第三名何秀蘭文正怡，成績3.46米；第四名瑪利諾修院歐子晴，成績3.40米。請以上獲得獎同學盡快去到頒獎台前報到，準備領獎。請問第一棒區有冇犯規？冇問題。